Hello，各位你好，歡迎嚟到匯市閒情嘅時候啦。咁今日咧就接到呢一個觀眾嘅 DM 就問呢個問題嘅，OK 啊？咁佢就話咧由上個禮拜尾開始至今咧，OK，美元指數嘅走勢咧真係令佢摸不着頭腦啦，OK 啊？咁點解會咁講咧？OK 嗱，因為上個禮拜啊，OK，特別係週末之前咧，即係上個禮拜4、5嘅時候啦，OK 啊，大家知道發生咩事嘅？因為歐洲同美國咧，因為格陵蘭嘅事件 ，OK， 關係咧就明顯係惡化 OK 啊，好啦，而當其時咧，美元咧其實升值嘅喎，OK 啊，因為咧美金係發揮緊嗰個叫避險嘅功能啊嘛，OK 啊，甚至乎咧 OK， 美金指數咧喺上個禮拜5咧更加係升到上去咧99.5。呢一個嘅位置水平嘅 ，OK， 咁亦都係創咗咧1個月嘅新高㗎嚇 ，OK 啊，好啦，但係又好奇怪 ，OK 啊，去到呢個嘅今個禮拜初嘅時候 ，OK 嚇，歐美嘅關係不但冇改善，仲要惡化咗添㗎。點解啊 ？OK，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 ，OK 啊，喺週日嘅時候咧 ，OK， 特朗普突然間就講啊，就話咧，要對撐格陵蘭嘅8個歐洲國家，由2月1號開始就徵收佢哋額外嘅關稅 ，OK 啊，直至係妥協為止。如果再唔妥協嘅話咧，去到6月就會再加碼添 ，OK 啊，好啦，真係好似咧有引發呢個貿易戰嘅危機添 ，OK， 所以咧歐美嗰個叫做氣氛啊係更加惡化咗嘅。按道理，如果美元係發揮呢一個嘅即係避險功能嘅話，美金指數應該再上㗎。但係又好奇怪喎，喺今個禮拜呢個消息之後嘅星期1同埋星期2 ，OK 啊，個美金指數急挫嘅喎。更加咧星期2嘅時候咧 OK 係落到去低位咧係98.2添喎。嗱，大家記住喎，上個禮拜5係升到上去挑戰99.5嘅1個月新高，但係去到禮拜2嘅時候就已經落翻去98.2嘅低位啦 ，OK 啊，好啦，跟住咧呢位觀眾就問啦，喂，究竟美金係唔係會受惠於避險功能而上升㗎？但係今個禮拜初嘅表現又好似啱啱相反嘅，究竟我哋應該點去理解呢件事咧？嗱，首先 OK， 我想同翻呢位觀眾講 OK， 其實 OK 你係有少少誤會咗啦，嗱，因為點解咧？首先你第一段係冇錯嘅 ，OK， 美元的確係有發揮呢一個嘅避險嘅功能嘅，所以點解歐美嘅關係惡化嘅時候咧，你見到美金指數向上咧 ，OK， 其實係正確嘅。好啦，但係咧喺今個禮拜1、2嘅時候，個美金指數下滑咧 ，OK， 其實係受到另外一個因素所影響㗎，就係因為咧 OK 呢一個嘅我講叫歐美嘅關係惡化情況底下咧，有個別嘅歐洲國家高調地係拋售呢一個嘅美國嘅債券，換入黃金作為佢哋嘅儲備資產，亦都順便解釋埋點解今個禮拜初一開市嘅時候個金價就創呢個歷史新高咧，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OK 啊，好啦，其中 OK 啊，德國就好高調去做呢件事情啦。但係佢都唔係最極端嘅國家，最極端嘅國家係波蘭啊 ，OK， 波蘭咧更加央行講到 OK， 佢哋已經清空咗所有美國嘅嗰種叫 Treasury， 即係美國嘅債券資產啊 ，OK 啊，信不信由你啦 ，OK 啊，但係就係因為週1同埋週2呢件事件 ，OK 就有啲歐洲嘅國家高調拋售美國嘅資產 ，OK 啊，而令到咧美金指數咧係因此而下滑嘅 ，OK 啊，所以咧大家咧首先要搞清楚 ，OK 啊，嗰個美金指數升與跌嘅原因 ，OK 並不是係同一個背景嘅 ，OK 希望呢位觀眾係講清，即係令到你明白先 ，OK 啊，好啦，當然啦，你又冇問到嘅，但係我相信你跟住嘅問題一定係會問嘅 ，OK， 既然係咁，究竟美金喺個歐美嘅問題衝擊底下，喺中長線嘅發展係好定唔好咧？究竟會唔會係因為佢發揮嗰個叫做避險功能，會繼續推升個美元？定抑或 OK 啊？其他歐洲國家又會好似波蘭同埋德國咁樣 OK 去賣呢一個叫做美國嘅資產，令到美金下跌咧 ？OK， 究竟邊樣嘢未來中長線會作主導咧？嗱，如果你問我嘅話咧 ，OK， 我梗係講後者啦。因為點解咧 ？OK， 你記住避險情緒嘅需求通常係短暫嘅。OK 啊，好啦，但係頭先所講呢一個嘅週初嘅時間，德國或者係波蘭所做嘅動作咧 ，OK， 我話俾你聽，我相信日後只會有增無減嘅啫。點解咁講咧 ？OK， 嗱，因為
今次格陵蘭嘅事件其實未完結㗎。OK， 我舉個例子，特朗普雖然係轉軚 OK 啊，但係個問題咧，尋日星期三夜晚黑嘅時間咧，亦都有一個新聞，其實咧唔知點解亞洲區嘅新聞報導比較少報導啲嘅。OK， 就係尋日喺呢個晚宴上面咧 ，OK 呢一個嘅美國外交官員 OK 啊，咁咧就發表一番説話，但係呢番説話咧就似乎對歐盟咧係有貶義嘅即係意思嘅。OK 啊，咁好啦，佢呢番説話講完之後咧 ，OK 台下嘅一啲歐洲代表咧 ，OK 即刻以噓聲係反對，跟住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更加係即時中途離場抗議嘅。OK 啊，咁好啦，咁你可以見到咧 ，OK 其實經過波蘭經過呢個格陵蘭呢件事件之後咧 ，OK 歐美嘅同盟關係能唔能夠翻返去以前咧 ？Sorry， 我完全唔覺得可以㗎啦。OK 啊，因為其實有好多國家已經係明顯地見到，只要係特朗普呢4年嘅當權 ，OK 啊，佢哋都會有感覺就係咧。與虎為謀 ，OK 啊，佢哋唔會將所有嘅東西壓咗喺同一個籃裏面。以前可能會，而家唔會 ，OK 啊。所以你見到點解 OK 加拿大嘅總理即刻去中國 ，OK 啊？呢一個叫法國嘅馬克龍 ，OK 之前又去過中國 ，OK 啊。嚟緊德國又可以明顯地轉親中，下個禮拜英國首相施紀賢又會去中國訪問 ，OK 啊？點解突然間咁多歐洲領袖去咗中國訪問嘅？OK 啊，大家諗下點解 ？OK 啊，咪就頭先講嗰句道理咯。OK，當呢邊所謂嘅朋友發覺有機會背刺你嘅時候，你就要揾另外一個同佢差唔多咁強嘅人就做靠山。OK 啊，而家好明顯呢個道理㗎啦。OK，咁所以你話 OK 格陵蘭呢件事件 OK 令到歐美之間會唔會有芥蒂咧？100%會。OK 啊，咁所以咧 OK， 好似波蘭同埋德國咁嘅做法嘅歐洲央行，我相信會陸續有嚟。只不過就係話佢哋唔想做到咁出面，所以可能未必會好似波蘭咁高調。我賣晒你所有美國嘅即係treasury，OK， 未必會咁樣，OK， 但係一定會暗暗地去將佢哋嘅儲備當中美元嘅資產比重係降低，OK， 增加其他嘅東西代替，例如黃金。OK 嚇，咁因為佢哋唔想再俾美國牽住鼻子走啦。OK 嚇，咁好啦，咁所以咧 OK， 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呢件事中長線而言嘅話，歐美嘅關係中長線對於美元指數，我覺得唔係一個 support 嚟嘅，其實係一個壓力嚟嘅。咁希望可以解答到呢位觀眾嘅問題。OK 啊，嗱好啦，咁今日嘅片段咧比較簡單啲。OK 啊，咁如果你哋有啲咩想知多啲嘅，咁隨時 OK DM 我。OK，咁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啦。OK，咁啊，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希望大家 DM 我多啲。OK，咁另外啦，如果中意呢段片嘅話，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多啲出去啦 ，OK， 麻煩咗大家，你哋嘅支持只係我嘅動力 ，OK，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到呢度啦，拜拜。